安尼嘿。啊，毋过整个咱过去有影实在是拢，若即句话咱会所互人影响，就是讲哦，莫讲政治。毋过咱若即马是搁整个规个圣经一直看，其实规本圣经拢是咧讲政治啦。简单讲嘛是安，所以咱即马就会想讲，爱去，就是逐个拄则所分享，政治就是生活，你无去了解，就无了解啊。像即马现今咱的生活嘛是拢互即个红色的安尼渗透甲足严重，这假消息种种。哦，有当时我想起来足恐怖的呢，真正有当时想起来足恐怖，敢若会当安尼咧讲呢。所以生活中有当时，我拢看着迄教会若有中国人诶，也是啥物迄落，我拢会想，即个毋知是毋是毁掉来，甚至会有即种诶想法。我感觉是毋是相当中去啊？嘛是会有即个迄落谨慎诶心啦。啊，毋过今年2028我拄好爱去参加迄个台湾联合基金会游社办的一个现场的啦啊，因即个游社办这是拢客人办的咯。啊，所以迄场的语言真趣味，用英语、客语、台语啊个华语四种语言。啊，因念迄个有几个念客家诗念甲足好拢毋免看歌啊，念甲足有感情诶。啊，也有人起来咧分享即个，叫一寡迄个较少年囡仔台湾会馆诶囡仔起来分享讲因对2028诶看法。啊，大部分是较意识化就是讲有足侪拢是音乐啊，甚至嘛有2个中国人音乐家，因为弹迄个下violin 和cello 拢下甲不止啊好啦啊，因是来合作即个台湾诶心灵日主办诶人是迄个杜潘方格一个客家诶诗人，即摆过身啊7、8查某囝7、8孙仔款。啊，其实我是即礼拜我有咧想讲要写一篇即个2028诶文章啦啊，我一直写到一半，我本地就是照迄个安尼平常时诶即种诶写法去写像2028的比情，大家爱奋斗爱拍拼安尼。啊，所以忽然间我拄仔想着讲，咱一直咧讲即个故事，讲2028诶时阵咱来写即种诶物件，就是讲咱家己靠啊人看安尼，家己感觉讲安尼个真悲伤啊，大家爱甲拍拼一下所以我得一个灵感，我想讲，咱咧讲即个故事诶时阵，讲即个2028诶过去诶时阵，是毋是会当讲有一个 silver lining 啦 ？silver lining 就是讲，即个悲惨诶时阵要安怎看到要来看到伊的即个正面的一个部分啊，其实是咱读圣经啊，咱咧读即个耶稣定12架啊，有时会感觉讲即个过程真悲惨啊，毋过咱若是拢一直停伫遐的时阵，安尼这耶稣定12架就无效啊。咱就爱感受着讲，爱又搁活啊，所以有互咱望啊，所以咱即摆要安怎来讲即个2028的故事，要安怎看到即个 silver lining， 这 silver lining 说台语毋知要安怎讲，我就去问啦啊，我论点我讲啊足好啦，伊是讲这 silver lining 的意思，本来我袂是讲云边啊内底有一个银边今日改成中尉嘛有回应 Facebook 遐我的问题，真感谢啊，伊论点讲这就是啥物？就是讲这黑暗面还阁有光啦就是讲咱即个咱圣经嘛不是有咧讲讲这到尾光来先会消灭黑暗嘛所以就是讲要安怎讲着即个要论这2028
哈，要哪讲伫即个讲真悲惨的故事了后，要哪有即个希望，有即个救赎的心理。所以是我搁去甲看讲，我本地是要用迄个经济较早吼。我会记得较早第一遍咱论坛咧办即个228纪念会的时阵吼，有画100图啦，就画3只熊啦吼，一只乌熊咧代表228，代表迄个台湾嘛吼。倒边是伊的背景是白的啦，吼。中迄幅吼是红的啦吼，正边迄幅是青色的啦。我中迄幅的时吼，迄翕的纸吼，煞互夹断啊，吼。迄创作较顶迄我叫阮后生设计啦，伊较顶伊会来讲啦吼，但伊可能今仔毋是要讲这，要讲其他的创作。伊的意思，迄阵我是迄个主题，我是甲伊迄个合作讲迄个迄个灵魂生命啦吼，用即个主题来讲228，因为228即个伤害吼，毋是干那肉体，咱肉体上咱即个有几啊万人，而且台湾的精英丧失因的生命，搁较。互咱通惊诶，就是讲伊阁刷落来迄种诶惊吓、白色恐怖、戒严令，互咱台湾人毋敢讲即件代志。所以想讲拄则总委咧讲即个安尼民族教会到78当了后，开始要来做即个纪念礼拜，有人就惊毋敢出席这。当然后壁动机咧，因诶心理毋知影是啥物款吼。确实，我伫 Facebook 嘛看到介绍牧师咧写讲，228咧讲着礼拜中讲着228，有人安尼感动咧哭，有人怎啊徛起来就离开吼。这是问题出伫倒一搭，是毋是讲咱诶即个信息诶中间，咱无互人去感受着讲？即个主的溃烂虽然是遮尔凄惨，毋过若是徛伫即个上帝内面一切拢有可能所以迄当时是用即则圣经，就是讲，介成是马太咧第几章煞袂记，来5章24节咧款，就是讲，迄会害咱性命的迄毋通惊的啦就是迄个会害咱生命，搁会害咱灵魂的迄较通惊啦但是到尾迄节落去，伊就讲着讲，搁来的审判迄种的正义来到所以到尾先就讲着即个神圣的部分啦。这神圣的部分，就是讲咱伫咱世间人，咱无法度人去理解的原理啦，就是讲，咱这看起来就较有可能但是就是真的是即种的逆理所以转来讲到今仔日的这个部分我想是耶稣是应该是咧甲因讲，会拜托的恁遮的头人，你是宗教头人恁敢毋知影讲上主是掌管人一切，是掌管这世界一切，所以是用安尼来咧，来咧甲提醒，提醒讲，啥物是世间上重要的安尼啦，我插一个话题一个无我等下行袂记，因为我最近拢咧听迄个耶稣讲台语迄个 podcast， 大家毋知影。因迄足正版的台语啦我伫咧想讲咱即个节目嘛是会当甲录音起来甲伊转化做 podcast， 就是讲咱即马
听正版的台语，甲伊较少嘛。啊，咱若是讲会当安尼足侪声音档，还是安怎一直互出去，安尼毋知会当改好，还是安怎？这是我咧听的时阵有迄个想讲要安怎，互这迄个台语较迄落。不，咱即摆有录影啦，啊，就是讲有时啊，有时啊有适当放，啊有时啊无适当放，所以是若有需要的时阵会当去加啦。啊，我搁来讲到即边的咱论坛顶头的迄场啦吼，迄场是论坛主办的啦吼。啊，伊准备甲真用心啦吼，主要就是念一寡台语诗啥物。毋过我到尾啊吼，我正感去感动到的是啥物款呢？是差不多停止的上尾啊迄段，迄段吼足侪即个少年爸爸妈妈出来讲话啦，出来讲话。啊，伫上尾的时阵吼，我说走一个3岁的囡仔出来，啊，其实因即群爸爸妈妈伊个话住伫迄个外国嘛吼，话是按迄个住伫东华，遐是暗时12点啊，讲到迄阵啊，10点开始，等于12点啊，话是住伫西华遮，话是住伫台湾安尼啦。哦，迄个囡仔嘛，真古锥，啊，就伫遐人讲台语，迄天讲伊拄好生日啦，就是讲迄个迄个3岁迄个查囡仔生日吼，啊，因老爸就讲咱个来，逐个来讲生日快乐，啊，逐个伫遐来甲讲。啊，我是伫遐感觉着讲，伫即个足人啊，互感觉讲安尼，逐个安尼心情，安尼真感觉真悲伤的时阵吼，啊，去到尾啊有一个结束吼，啊有一个看到一个安尼感觉讲，哦，一个希望吼，你讲一个3岁囡仔啊，免讲台语吼，啊，真古锥啊吼，所以我是咧讲，迄场嘛有一个 silver lining 去看到遐吼。伫迄个黑暗面，啊，佮看到光吼，迄种诶快乐啦。我来回应拄则大家讲诶迄个200诶迄个礼拜，敢有看到恁影机，还是无看到影头？无看到。爱摕较悬呢？迄本册爱摕较悬淡薄啊。佫较悬淡薄啊，佫较悬淡薄。对有。顶有看到嘿。是毋是咱较头前诶字无介清楚？麦克爱开哦。啊，你佫较低咧，我看字哦，这图真水。台中民族路教会，佫较下骹一个，28时间78字。哦 ，OK， 好，随出版就对啊啦吼，嘛有出版就对啊。迄当遐你无声音出来哦，你麦克无开。伊个是无听到呢。无听到你诶声哦，比如讲。伊是毋是迄个麦克有问题？伊即马无关诶，伊即马无关麦克呢，啊，无声，无声嘿。安尼有声无？有啊。好，安尼我用手机就去，敢有听到我诶声？有。好，这是迄个礼拜诶停事单吼，用即个图，迄天出来讲话是张惠宝院长咯，就是民族教会长咯，伊是张七龙诶孙，因爸爸就是伊死个出去，伊一个转来，都留因兜诶性命尔，所以出来讲28对因兜诶影响，伊阿公怎样死去，伊诶阿爸也是安怎死去，因爸爸留落来，规个家族怎样伫恐怖诶时代继续过生活。
这是头一摆办啦。因为台中民族路教会有市长夫人伫遐，即台中市的副市长夫人伫遐做礼拜，所以迄个差不多一半以上拢国民党的听到28就讲牧师袂当讲这，袂当讲迄。牧师讲吼，这咱的兄弟姊妹呢，拢毋敢讲，安尼敢对？伫教会内底头一届办。张七龙因阿祖进前是伫凤林教会聚会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甲小妹聚会迄个所在。所以我对即个家族有一寡熟悉。另外一个出来讲话是陈文成教授的亲情，陈碧珠姊妹迄天化疗拄转来，就讲伊无讲陈文成，伊干那讲伊细汉的时阵怎样听因阿爸讲，迄个家人怎样人红一车一车车落去用枪决了后，规个河拢是红的，拢浮伫遐，即个故事。个因母讲，伊的厝边出去就无转来落尾看到即个情形，才知影讲伊的厝边哪伊拢无转来。就是一排一排伫桥顶拢抬死塞落去河内底。密伫个桥骹，就是迄个陈文成因兜的亲戚看到即个代志，所以讲因兜家族真足可怜的，拄着2届。一届是28亲目看到迄种恐怖，第二届是陈文成事件，因兜佫受到牵连，大概是安尼伫教会内底讲即个代志，大家是感觉讲遮尔久才头一届讲，伫教会内底遮尔久圣餐用迄个乌龙茶，甲用番薯，这嘛是真有迄个本土意识，大概是安尼所以教会内底爱讲28吼，对一寡所在是真挑战，一寡所在是较无挑战我讲到这我有当时想，这28等于是台湾的国人，遐无爱讲，毋听，毋准人讲，迄物件是啥物想法？即摆啥物时代从洗脑了后，家己无爱自觉。迄男囝大多赛，因到搭假历史，因家己若还咧讲，28岁袂使讲。结果安尼是大多赛，因即摆嘛也有人讲，28岁嘛袂使讲，感觉足反驳。所以逐当的28迄不中间互我拢请假。我是看人即工伫遐咧行搭，伫遐咧佚佗，我是看足艰苦是，我规去请假莫去，无看准拄煞。咱是毋是请准兄来谈论讲一下？伊今仔日拢无声呢。我较慢失咧，我较慢起来啦吼。所以听恁讲安尼我对28个代志吼，其实我是28个，我若算家属的，受咱家属的迄落啦，一个啦。伫我的看法啦吼，对28迄个精髓迄精髓，我是感觉讲是台湾人想要家己做主，所以对外来国民党起来的这个政权的一个反对啦，但是反无起来啦，反无成功，所以到即摆共款也未，若要讲也未成功啦。到这个时阵，台湾若往28开始爆发结束吼，到即摆实在讲是也未结束啦。我的看法就是讲，因为台湾人较早迄28迄个时阵就是要将国民党甲伊赶出去，要甲抵抗，确实是安尼啦。有个人讲迄个其他的族籍啦，啥物民族啦，迄毋是安尼，28毋是真，毋是讲安尼，敢若讲安尼，人讲迄讲官逼民反，即句话上界无水准啦。我感觉讲28毋是官逼民反啦。
28是台湾人诶一个自觉醒，就是讲看到迄政权遮尔可恶，你知那迄个时阵因起来吼，因是看到人就是弹，就是用枪，啊，台湾人就是无枪嘛，才互伊规个互伊统治去。迄个时阵台湾人若有枪哦，啊，就佫无共款啦。咱即个时阵真正就无共款啦。最近我看到一个人啊，叫曾庆霸吼，詹庆霸，迄是即马伫辅仁大学改成咧做大学诶教授诶，啥物？伊是安怎？咱台湾长老教会，我听你讲民族路教会长老，毋但民族，毋但逐间长老教会拢有迄拿诶啦，原来拢有。长老教会就是讲伫现处时诶长老教会吼，那种分裂去啦，内部就分裂，啊，迄个分裂诶原因走向啦。你若看迄个陈庆霸伊写一本册叫《约瑟诶什么血会衫》，迄本内底吼，迄个伊诶真详细描述迄个长老会是安怎去互国民党藏入去内底啊，甲分裂去。迄足济，迄其实就是安尼关系。啊，无伫起初较早长老教会毋是安尼，长老教会诶，咱诶信仰基督徒诶信仰，就是28迄个精神，人平等，有一个迄个天赋人权，迄真重要诶即个信仰伫信仰内底，啊，毋是安尼，若像安尼乌白母。我会记哩，阮老爸较早，阮住伫田中啦，中华田中。28迄个时阵咧反诶是外省人嘛，互人拍甲安尼呢，拍甲外省人走入来阮兜诶隔壁吼，味啊甲顾。甲伊保护起来，所以迄毋是迄毋是讲外省人甲本省人诶冲突，其实毋是安尼。本省人伫28诶时阵保护外省人是真济，阮诶家属就安尼保护啊。所以啊，结果咧，保护了后，3月初8开始，迄保护诶人嘛是照常互即个国民党诶政府掠去屠杀啦。你看有安尼看有偌冤枉啦，所以即个我头仔听你讲教会诶即个训练吼，即咱讲有迹可循啦。迄毋是一句两句讲会了，迄规30-40年、40-50年诶发展安尼。啊，即咱我若拢爱个嘿啦，伫信仰诶。我咧讲信仰甲即个政治诶代志吼，当然毋是讲那种政治甲教会吼，政治是甲教会是一个脱袂开诶啦，因为教会诶使命吼是咱诶使命，毋是讲干那讲安尼真安尼空洞安尼，那像甲他建立迄个信，迄个安尼看袂到诶物件安尼啦。咱实在啦，咱诶厝边边仔拢是迄受压迫，咱着爱去关心。即种是基督教诶精神啦。我真安尼大概想到遮。拄前阵遐，你拄仔讲迄本册，什么约瑟诶什么会，敢会当介绍一下约瑟诶什么？那亲像我有买啦，迄才10几年前出版诶，约瑟诶血衣，迄血衣哦，血衫。我回应一个，迄个伊前阵遐讲诶是约瑟甲伊兄弟詹庆霸，甲伊兄弟，迄个作者就
姓曾啦，曾曾国藩的曾。大家会当去读这本书啊。不过我有一寡代志要回应。你讲基督徒，还是讲长老教会伫台湾参与政治，还是讲反对政府，还是徛伫人权？部分事实，部分毋是啦。照历史来看吼，一开始的时阵，拢嘛伫甲政府好好合作，受迫害的时阵嘛，毋敢讲官府安怎。1893年教会公报95期吼，光绪皇帝、清国皇帝讲吼，大家袂当伫朱启太后60岁的时阵送礼物，搁吼开封宫的娘称互众乡人来食饱。朱启太后是仁慈的大国母啊，这是公报写的。1894年，搁讲吼，文武百官送礼互朱启太后，搁基督徒台湾的搁捐钱去做一本孔金宝金的圣经送去清国的迄个总统迄个皇宫内底啦。毋茫讲迄个中国的皇帝甲皇太后会当看圣经啊，孔金宝金的圣经啊，这本伫历史档案馆内底会当找着。搁有1930年吼，郭台之报讲吼，无暇青反叛乱啦，这是因地迄个政府官员失实啦。青反叛乱这毋对啦，这是无暇事件，教会公办的写的。叫会友捐钱吼。去安慰受伤的官员甲失实的迄个警察，过来，伊完全无讲到日本政府用毒气杀害原住民代志。1942年3月吼，中国甲日本战争，总督府下令教会公报停刊，嘛无讲话。1945年发行，正式发行。1969年公报阁顺政府的要求，都会禁止讲台语，禁止讲白话字啊。到1991年才有台语版。1975年4月吼，蒋介石死去啊！公报记载吼，遗留王兰吉甲大教会吼，追诉总统蒋公郭俊明总干事逼倒，讲吼蒋是伟大基督徒甲人权导师啊！搁伫社论讲吼，这是中国上伟大的领袖甲基督徒的典范，这是教会立场啊！而且吼，伫迄个蒋介石民国61年，民国1970年代吼，阁有中华民国阁有发行一个物件，叫做恭祝蒋总统万寿无疆银币，毋知影大家迄个纪念币无？教会公报甲其他的领袖，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甲其他的教派吼，拢去总统府内底恭祝蒋总统万寿无疆。所以吼，你对遐讲吼，长老教会有反政府还是啥物款的？迄无啦，无影无字啊。迄是最近美丽岛事件了后，郭俊明无说封掠去。教会感受到政府袂当甲因徛，袂当甲政府徛做伙，才开始反省的啦。无嘛无啥物28，迄28的纪念，1991年是迄个郑南榕甲迄个陈英兴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出来发起的，落尾才有迄个和平纪念日，若无这进前就拢无啦，嘿啊。所以吼，我讲吼，基督徒有反省的能力，有啦，淡薄啦，比其他人较早觉醒。有啦，有可能圣神的感动啦，毋过大部分的时间拢毋是安尼啦，这是咱爱照事实来讲，嘿。若安尼讲吼，迄个教会内底你讲政治还是无讲政治，还是讲徛伫政府边吼，正常所想的代志啊，看教会公布还是看迄个社论就知影，毋通伤过讲家己偌清高，还是偌尔啊对重人权，偌尔啊关心兄弟，无影啦，无遐关心啦，嘿啊。林牧师，我小可回应一个吼，我知影你，因为你对文字，你是文字团队介先开始的嘛？你对教会这个文字历史，你真有研究啦。我即摆咧讲的吼，有影你若是看文字资料历史的迄个吼，你看袂出教会咧反对国民党。其实伫这个庄脚的教会，我相信90%的所有的教会，台湾长老教会伫较早迄个年代，民国30几年、40几年、50几年，迄个年代吼，所有的教会90几，拢一定反对国民党的啦。你所以你咧讲的这无毋对，我知影伫总会开会啥物啦吼，还是伫迄个教会公布下，因为这拢已经政府会甲你控制掉咧，把握掉咧，互你写袂出来，所以你会感觉讲，伫长老会底下拢无咧讲话，无咧出声，
其实毋对。长老会的会友，每一个人的心内心，拢是对这个政府的不公不义非常的敏感，非常的反感安尼。所以这是安尼啊。所以你像讲宋楚瑜吼，这是对长老会收圣经、将没收去的一个。你看伊甲伊嘛出来要选总统啊。所以迄个正义的代志吼，伫台湾讲是安尼乱七八糟啦。所以我无怪你讲你头仔咧讲的这段有影，伫这个长老会那亲像看起来表面上伫这个那种伫文字啦，你用过历史迄个证据，但是到尾迄个无声的话啦，我即摆咧讲是无声，迄每一个人。伊诶心内底无啥诶，迄个对政府诶反感，因为迄个时阵袂当讲嘛。你若讲随时迄落，我会记得我国民校甲大学即中间，你伫学校绝对袂使，一句话你就袂使漏出来。啊，你明明知影心内明明知影讲毋对，政府毋对。你像讲你伫我会去初中诶时，我迄导师甲我叫伊导师室。叫我讲，你著爱参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安尼啦。国民党嘿啊。我连甲讲话嘛毋敢甲讲呢，我点甲咧点安沉默，一句话都毋敢讲，我嘛毋敢讲袂，即句话讲袂出来。我摕转来，我摕转来，互老爸签名嘛，迄爱签名。就安尼甲应付过啊无我从高中嘛是做兵的时是共款嘛是拢普道长咱拢毋敢讲啊，所以咱毋敢讲出来嘛。毋敢讲出来用啥？用行动表示。我是无加入啊，我嘛是就安尼甲拖过安尼啊。我即摆是咧讲，伫迄个年代你袂当看讲报纸啦有记录的物件安尼讲哇，台湾人。咱拢是支持政府，是毋对。支持政府是尾啊，伊国民党派讲较歹啊，讲派特务派一寡，就爱甲你伫教会内底甲你渗透啦，渗透慢慢早的无逐个人心内底拢知影，政府做毋对嘛。迄个年代是政府绝对毋对的。政府到底有毋对啊？无毋对，即个代志吼，我的会友本身就伫监督牧师的啦，逐礼拜咧写报告啊，伊是警察啊，警察本来伫教会所以到底是政府的人，伊是长老教会的人，是上帝的人。咱这个代志，伊咧监察政府，这都毋对啊嘛。咩？伊这做 spy 这种的都毋对啊。教会创办人呢，伊讲做 spy 无啊，政府叫我记录，我就照实记录。当时我的良心要安怎摕？对无？伊一世人伫遐做一个小小的警官，嘛无升官，我都真怀疑伊报安怎写的，写到无处拢走啊，伊也未升官。所以到底伊安怎写报告的？其他人拢升官，伊也未升官，对无？所以因为有3条线啦，一条线叫做警察，一条线叫做迄个国安局，一条线叫法务部。这3条线拢有派人伫长老教会监视，这3个人拢袂合，因为为着升官，所以拢会尽量写报告。大家拢知影啥物人。每一个教会拢有，你著看讲啥物人对牧师走的，迄著是差不多就是去监察牧师的啦。因为伊是因为即个牧师来的，佮因为即个牧师走的，因派人真尼派，敢若剩即个警察好好伫遮教会创办，继续写伊的报告。你个是讲2班吼？民国37年，迄个国民党的军队起来了后，台湾人敢若分做，迄个时阵是安怎呢？就是190几个，就是要抵抗啊！到尾啊，就是有无10% 去互伊买收，当做 spy， 做这地方的这当3月初8了后，因国民党政府拢是靠这台湾人的 spy， 再慢慢啊反攻于民间来。无当初台湾人看到外省的，就是10个9个一定甲拍的嘛。有法度，所以台湾人伫迄个当初开始的是告比伊敢若一个
伫做 spy 迄类的安尼啊，无济啦。啊，渐渐安尼，慢慢啊，迄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才愈来愈济。就是讲啦，我都白色恐怖安尼延长甲遐久，就是互伊互遮国民党买收起来做 spy， 做这绕白啊，愈来愈济啊，台湾人愈来愈济啊。才会当一直拖到即摆咧未收煞，连咧教会都拄啊用要一半的人伫做替政府咧做代志安尼啦，是安尼。咱时间迄个到位啊，时间差不多到啊，吼，所以是毋是讲咱来做一个结束的祈祷安尼，好无？啊，请刘公兄带大家祈祷，好 ，OK。亲爱天父，阮在是受压迫的人，真正是下到的第四囝，足侪代志，讲袂出来。主要总是阮的苦楚，你了解，阮相信，心愿，在伫你，你是公义的主，你有了解阮的苦情，求主互阮伫即个黑暗的世界里，有缘会当看到你的光，阮来祈祷，奉主耶稣名，阿门。真感谢大家，后礼拜再见面，多谢大家，多谢，拜拜。多谢，再会。咱决定刷落去哈，咱有迄个继续有论坛啦哈。我先甲即个，我讲哈，我先甲即个录影关起来哈。大家咱继续留等者不要紧，好。